我说的没系裤带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开始上课啊！这个说完了，谁唱的说完了？廖老师，你们班的周安在天台上呢。 班的吧，刘老师啊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哎，想跳啊？有什么想不开的事，你跟我说说。平时叽叽嗦嗦的，今天搞的动静还真不小啊。 我们不是兄弟吗？你这样做太不够意思了。我讨厌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。完了，我继父经常打我妈，我什么都不敢做。在学校，他们天天欺负我，让我喝尿，抢我钱。今天当着那么多人面把我裤子脱了，还不让穿。 这事还真解决不了，要不你跳？跳啊！怕了，不然我陪你啊。没事啊，走。你随便坐吧。 吃了吗？吃了。那我自己吃了。廖老师，要不我给你做饭吧？吃方便对身体不好。啊，你会做饭啊？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经常给她做饭。啊，那你做去吧。廖老师，你这料不全，只能做成这样。 我尝尝。味道不错啊，那你可以去赚钱了。哎，喝一杯。我不喝酒，一会儿还得打工去。打工？啊，打什么工啊？我在冷饮店上班。我不想我妈太辛苦，我想帮她分担点儿。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？老板人好，一个月给600。600？才600啊！行了，你别去打工了，你把这酒喝了，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还是不喝了吧？那行，那现在走走。我的学生，二老板，大秋哥。大秋哥好。跟你当哪一样啊？到郁金香挖掘小弟。你少废话，不需要。那你带个小朋友来干嘛？就这样，孩子比较辛苦，我求你给他找个师傅。了解，小兄弟，我这里缺几个端酒水的服务生，想不想干啊？有没有600块一个月？然后白天要不要上班？因为白天还得上课。 600块钱啊？那我陪你开3000块一个月好不好？然后晚上7点上班，第二天2点下班，然后做得好给你奖金。真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随时都可以的。阿达，带这个小兄弟到后面换一套服务生的衣服。等一下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安。好干。
哎，看不出来啊。平时铁公鸡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啊？好了，别玩我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对我的。既然都来了，喝几瓶再走吧。好。